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F Magazine。最近油價真係暴漲到飛起，因為中東伊朗那邊衝突，霍爾木茲海峽出事，原油價格直衝上100幾美金一桶。亞洲好多地方即刻中槍，日本、越南、泰國呢3個國家經濟結構完全靠進口油，民生痛點一下子爆棚。今日我唔係講空話，我會用真實場景、街頭故事、數據加痛點同大家一齊分析。仲有互動環節，睇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同開鈴鐺呀，感受呢份油荒嘅衝擊。先嚟講講背景啦，點解油價突然暴漲？簡單嚟講就係地緣政治搞鬼。伊朗衝突令到全球最大原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受阻，日本95%原油靠中東進口，越南同泰國都係85%以上靠進口。結果呢？全球油價一個月升咗近40%，日本政府已經急忙重推汽油補貼，越南物流公司即刻加價，泰國更加直接放棄柴油價格上限。呢個衝擊唔係紙上談兵，係真真正正打到普通人荷包同生活節奏。各位朋友，你而家加油，一公升要幾錢？留言話我知啦。第一站，日本油荒打爆上班族同工廠，東京街頭人人嘆氣。日本呢個發達國家表面光鮮，其實最怕油價。佢哋幾乎零本土油，95%靠中東。最新數據話，汽油零售價已經破紀錄，衝上190.8日元一公升。政府即刻推出每公升30日元補貼，先至壓住喺170日元左右。但普通人仲係喊貴。想象一下東京上班族每日搭地鐵或者開車去澀谷銀座，原本油錢已經佔交通費大頭，而家暴漲等於每月多幾千日元支出。我睇到新聞，東京的士司機阿叔喺街頭接受訪問，話以前一公升160日元，而家190，載客都要加價，但客人少咗，生意真係難做。佢每日跑幾百公里，油錢直接食咗利潤一半。仲有工廠同供應鏈痛點，日本化工企業已經警告，乙烯做塑料原料可能停產，因為原油貴，生產成本升30%。超市裏面食物同日用品運費貴咗，間接推高通脹。Bank of Japan 都講，油價每升20%，CPI 就會加0.3到0.7%。普通家庭主婦去超市買菜，見到物價升，邊買邊嘆，又貴咗，電費、燃氣費都跟住升，生活真係越來越難。更慘係中小企業同汽車業，日本車廠靠出口，而家物流成本升，利潤縮水。有經濟學家預測，如果油價企穩喺110美元一年，GDP 增長會少0.39個百分點，甚至有 stagflation 滯脹風險。街頭真實痛點。大阪工廠工人話加班費都追唔上油價同物價，年輕人更加唔敢買車，改搭電車，但電車票都貴咗。日本政府雖然補貼，但長遠靠唔住呀。各位日本粉絲，你哋而家加油感覺點？留言分享你哋城市嘅油價同生活變化啦。第二站，越南摩托車王國變油貴王國，河內街頭人人喊窮，旅遊同製造雙重打擊。轉頭講越南。呢個摩托車大國油價暴漲，簡直係滅頂之災。越南85%原油靠中東進口，而家柴油同汽油價已經升咗50%，從之前0.75美元一公升衝上1.13美元。河內同胡志明市街頭成千上萬摩托車族每日擠塞，原本油錢就係生活必需品，而家一加滿油等於少咗一餐飯錢。每日騎摩托車去市場進貨，之前油費一日幾十萬噸，而家翻倍。佢話油貴咗，貨價都要加，客人買少咗，我一個月少賺幾百萬噸，點養仔女呀？物流同運輸企業最慘，鐵路公司已經宣布客票加10%，貨運加15%，航空同巴士都跟住加價。製造業重鎮如平壤省工廠，出口訂單多，但物流成本升咗，利潤直接被食走。專家估每10%油價升 ，GDP 增長少0.5%，通脹加0.36%。旅遊業都中槍，外國遊客坐巴士去下龍灣、會安古鎮，票價貴咗，酒店同餐廳原料運費貴，間接推高消費。胡志明市一個旅行社老闆分享，客人話機票同交通貴咗，取消行程嘅多咗。2026年旅遊增長目標可能泡湯。民生痛點仲有農業同中小企業，農民種稻、養蝦、肥料同運輸成本升，食物價格跟住貴。
街頭小販賣河粉、越南咖啡都要加價5到10%，普通打工仔每月薪水追唔上。越南政府雖然有措施穩價，但長遠壓力大，VND 匯率都受壓，可能去到27,000對1美元。想象一下河內夜晚，摩托車族喺路邊嘆氣，討論油價幾時先回落，呢種共鳴係唔係好真實？第三站，泰國旅遊天堂變成本天堂。曼谷市場同農田人人叫苦，中小企同農民最受傷。泰國呢邊衝擊一樣猛。泰國燃油基金管理委員會 FMC 3月25日批准削減柴油和汽油的燃料價格補貼，各類燃油零售價格26日起每升上漲6泰銖，因為全球油價令到柴油價失控，已經放棄之前價格上限。汽油價企穩喺1美元左右1公升，但物流同航空成本暴升。Thai Airways 話 Jet A 一燃油從80美元一桶升到200美元，機票即刻加10到15%。曼谷素萬那普機場遊客排隊 check in， 聽到票價貴，紛紛搖頭。泰國遊仲值唔值得？曼谷 Chatuchak 週末市場，小販賣街頭小食同紀念品，運貨卡車油費貴咗，批發價升，零售價都要加。遊客少咗，中東遊客同歐洲人都受影響，生意大跌。一個開突突3輪車的司機叔叔話：以前一日油錢幾百銖，而家翻倍，載客都要加價，但客人講貴，寧願搭 BTS。農民更加慘，肥料同機械油費升，政府要出招補貼，但油基金已經負債累累。專家話每10%油價升 ，GDP 少0.3到0.4%，通脹加0.8%。中小企同餐廳、電商都喊救命，物流成本升，食物同日用品價跟住貴。曼谷一碗冬陰功湯可能加5到10銖。旅遊業係泰國經濟支柱，而家油貴加全球需求弱，酒店入住率跌，導遊失業風險高。真實痛點，清邁一個農場主話，種水果運去曼谷，油費食咗利潤大半，生活真係越來越緊繃。亞洲人生活成本升，未來點算？日本、越南、泰國雖然發展階段唔同，但油價暴漲打中大家共同痛點：交通貴、生活貴、通脹升、經濟增速慢。日本上班族嘆，越南摩托車族喊，泰國農民同導遊苦，背後係全球供應鏈脆弱，食物、運輸、製造、旅遊全部連鎖反應，普通人荷包先中招。而家互動時間到。各位香港、東南亞朋友，你哋而家油價幾多1公升？有冇因為油貴而減少開車或者旅遊？日本、越南、泰國，你去過邊度？感受到類似衝擊未？留言區分享你哋故事或者預測，油價幾時回落？香港會唔會跟住貴？總結嚟講，油價暴漲唔係一時，係考驗各國人性同普通人適應力嘅時候。日本靠補貼頂住，越南同泰國靠政策同企業調整，但長遠都要轉型新能源、多元化進口先得。希望呢個視頻俾到你共鳴同啟發，生活縱使艱難，大家一齊加油。多謝大家睇到最後 ，Like plus comment plus subscribe，你哋支持我係我最大動力。下次見，拜拜。